漫步逢星期一至五6點至8點，主持啤梨林康正，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咁啊！歐聯決賽，巴黎聖日耳門啦，或者大家叫做5-0擊敗呢一個國際米蘭。我諗呢個比數咧，你睇喺現場場波睇咧，咁你覺得一啲都唔詫異嘅，即係睇落3-0、4-0都散晒啦。OK， 但係你話叫你預先去估咧，你係幾難估啊！咁但係睇翻轉頭咧，其實咧國際米蘭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嗱呢啲咧就係去到。本來叫三冠王，本來叫緊叫緊滿戶，點解去到季尾咁樣散呢？其實亦都不離開佢就係隊波年紀太大，後防太老。OK， 咁啊真係冇辦法啦嚇。咁所以咧嗰日咧相對底下咧，咁我都係睇好 PSG 啲嘅。咁但係正如2年前嘅歐聯決賽，曼城對住國際米蘭嗰陣時，喂大家都。要贏面壓一啦，覺得曼城喂個王個咁勁，個勢咁強，咁但係對國際米蘭結果都係緊憑藉住，即係咪迪布尼啊？嚇，好似唔係，好係迪布尼啊？係咪迪布尼咧？喺禁區外嘅一個抽射1-0緊熟啊！即係叫做贏咗擊敗呢個國米，即係叫做捧杯啊！咁啊，所以你話呢個咁嘅結果咧，係咪難估？係咪恥辱咧？睇埋表現又不能夠話恥辱嘅，但係難估嘅。足球先生好似係5-0，洛迪啊！好似洛迪係啊。OK， 好啦，呢一場波我諗有幾樣關鍵性嘅嘢啦。第一就係似乎咧頭先我講過啦，你三巨頭喺度嘅時候，屢次衝擊歐聯都失敗。OK， 咁當然啦，亦都有啲運氣啦。譬如我記得有一年咧，嗰時美斯未加盟嘅。咁你明好似係邊個巴黎嗰陣時由呢個艾馬利帶隊啊，贏好似領先4-0主場，作客巴塞，屌你老母反輸，唔知咩6-5咁嗰啲喎。OK， 咁你喂呢啲你真係好離譜啦！雖然話嗰度係巴塞啫經驗唔夠咁所以咧。到今年咧，麥巴比走咗嘅時候咧，我哋一方面喺度話，喂，屌希望巴黎而家點啊刮阿麥巴比啊嘛。好 ，OK。但係咧，喂睇落去又唔係咁容易喎。你淨喺一個大聯賽入邊，佢唔係直入8強嘅，佢係要打附加賽㗎。OK， 要打多2場嘅。所以有啲球迷話咧，喂，佢益咗佢啦，屌你老母，佢去法國嗰度咁慳力，喂你講啊，大佬，同埋踢得18場波少2場，因為少4場咯。因為18隊啊嘛，我哋咁少4場，但係又要踢翻2場附加賽喎，咁選號都唔係爭好遠啫。咁當然啦，冇咗巨頭，就係當其時就冇咗嗰啲所謂球王級嘅人馬啫。但係其實好似你睇下丹比利啊，或者而家呢一個即係一戰成名啦，道爾呢啲，其實咧呢啲都係身價好高同埋好當打嘅球員嚟嘅。我覺得琴日嗰場波咧，星期6嗰場波咧，其實我有啲同意袁文傑，因為我聽佢嗰個後尾嘅分析，因為我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賞心悅目啊！哇，你老母，你睇淨係睇第一球嗰個咩夏基美，屌你老母喺嗰個位度入波，冇搞錯，完全冇乜。屌你老母，佢右後衞嚟嘅喎，佢幾時慢慢上咗嚟啊？跟住你睇下丹比利啊，咩道爾嗰啲，喂時左時右。啲後衞又會冚上嚟，喂！直情就係我哋成日細個睇嗰啲咧，咩全能足球啊，10上10落，後生快，啲位置咩嗱？即使你話喂係啊，喂我人盯人又好乜都好，喂有條友咁樣走撚咗入嚟你個禁區中間喎，你冇人去跟佢嘅，佢直情好似我哋踢小人球咁樣，幾撚輕鬆啊，掃把腳接應，就入空門喎，即係咁樣射喎，近距離落馬點。喂，咁你搞乜嘢咧 ？OK， 好啦，但係跟住你睇翻話丹比尼俾個球波道爾，當然有啲運啦。嗱，第2球射落個人個改網，我係想話咧，佢板斧之多啊！嗱，你而家睇翻嗱當日，喂，佢俾利物浦，其實佢話射12碼咋，利物浦都撳佢一段嘅，維拉又唔好講添，爭啲搞撚掂佢點啦，維拉即係主場嗰場爭啲搞掂佢噶啦，對住阿仙奴2場雙殺 ，OK。你而家睇翻佢轉頭咧，佢係咁不斷進步啊！嗰個用法
即係嗰個變化嗰個快速反擊係越嚟越多啊。OK，即係唔同嘅板斧啊。你話我覺得呢場波最大嘅肯定係肯定咩咧？就係、安力基咧係世界級教練咯。我唔夠膽話係第一排第一，即係阿高佬就話排第一添啊。咁我肯定佢咧係因為我哋而家講世界級教練，我哋唔會講摩連奴啊嘛，因為用表現用近年嘅表現説話。如果講世界級教練，我哋會講高普啦，我哋會講安察洛提啦。都仲會講阿哥迪奧拿嘅，你又未至於咁快話唔講嘅。阿干地又算唔算咧？但係真係干地係好高嘅教練啦。又或者而家利物浦嗰個叫咩名啊？新嗰個叫史洛，要再睇啦史洛，因為似乎 OK 嘅，我覺得係 OK 嘅，再睇啦。但係好嘅教練啦，或者甚至乎係阿迪達啦，係好嘅教練，但係你唔會覺得一級教練。安力基都係，你唔會覺得一級教練㗎？雖然佢10年前都捧過呢個杯，大連巴塞，但係你會話：屌你老母係人都捧啦，帶住嗰隊，屌你老母你講啊！嗰個 MSN 都咁多年啦，結果 MSN 攞到歐冠都係攞到唔知1屆定2屆嘅啫，好似1屆添啫 MSN， 咁唔係容易嘅事嚟㗎嚇。咁嗱我睇呢個陣容咁樣踢落去咁後生咧。真係好煩啊！我阿仙奴就算你今年再加人落去，係咪真係踢到咁嘅足球咧？如果你踢唔到咁嘅足球，你真係冇得練㗎喎，係嘛？即係就算你加人，因為我哋其實阿仙奴咧，我哋要另外做開一個話題啦。其實今年阿仙奴嘅表現咧，我唔好講佢嘅得分啊！你諗下同前屆同再上屆，即係早2屆咧，其實雖然佢有歐聯入咗4強啦，即係賺錢啦但係咧。其實表現反而唔及，你記唔記得前屆咧突然間爆上嚟，即係未走嗰陣時格力沙卡未走咧，甚至乎上屆問到最尾係攞87分㗎嘛。嗰個表現係好多啊！即係我唔係淨係講個分數啊，今年個表現咧唔知會唔會你話谷嗰2屆個個都谷2屆㗎啦，攰啦。咁但係即係變咗咧，我覺得大家咧真係可以真係留意下呢隊 PSG 啊，真係登頂啊！我覺得佢真係高喎，而家你問我，即係你話出年啦，你既然有隊咁嘅波喺度咧，就個個更加有挑鳩你㗎啦，係嘛？咁睇下拜仁會點樣啦，又皇馬又會點啦？皇馬會唔會大花銀紙啦？今年係嘛？咁巴塞又係上緊嚟啦，你淨係睇下好啦，國際米蘭又要搞嗰隊波，其實咧佢雖然叫做淘汰巴塞2場波。其實係失6球波，跟住呢一場失5球，即係以意大利個防守力咧，唔應該係咁樣嘅，曳係嘛？冇啊，年紀大啊，都追唔到根本係嘛？咁你第一球就前邊完全都冇威脅，有一個射門，阿邊個係一個射門撲嘅即係你對住巴塞咧，佢都真係大家練緊過啊，真係完全冇辦法啦。即係當然啦，安力基賽後啦，佢啲球迷都扯起個橫幅，即係紀念佢即係過咗身嘅個囡囡啦。但係我最中意安力基嘅講説話咯。佢其中一段説話大概係咁嘅，佢話贏咗佢固然喺我身邊啦，就算我哋今晚輸咗，佢都會喺我哋身邊㗎。即係大意係咁樣啦，即係唔係因為贏咗我哋嗰啲節期啦？你話咩個女？佢話佢從來都喺我心入邊。咁當然啦，輸贏係一件事嚟嘅啫，係嘛？曲終人散，我都話啦，其實我好開心嘅。今年睇歐聯睇到而家，點解唔係因為阿仙奴入咗4強，係因為睇到最後呢一場咧決賽咧，我終於見翻一隊咧，即係咁好嘅波咁統治性嘅波，佢甚至乎我覺得仲好睇過曼城即係唯有係當其時地上最強，即係沙維年代嗰個巴塞咧，同佢即係有得睇下。我覺得可能佢高啲添，但係真係好難講咧，因為巴塞真係有沙維有美斯啊嘛，嗰啲個人個突破能力咁強嘅好嘢啊！安力基我真係〜因為我完全唔係巴黎嘅球迷嚟嘅但係咧我真係覺得打得真係哇又夠快，呢啲咪好睇咯，呢啲波，屌有啲波你睇，喂屌你有冇曼聯對熱刺喎？你撲街睇啦，哇睇到你瞌眼瞓啊！真係屌頂唔撚順啊！OK， 好啦，
咁啊10分鐘啦。嗱，我咧呢一個咧就搬字過口，就唔係我講，但係深得我心。所以咧，我咧就借咗我哋個 Facebook 有個老友啦，佢就 share 一個英國時評人叫 Melanie Phillips。OK， 呢個 Melanie Phillips 咧係英國時評人，當然啦，佢可能好出名或者唔出名我唔知，不過佢講嘅嘢咧都好簡易嘅，好通透啊！咁我就唔識駁佢啦，我希望嗰啲西方嘅自由主義者咧就可以駁下佢哋啦嚇。佢話西方自由主義者自認係好人，因為佢哋信奉人類嘅兄弟情義、同情心，關心弱勢群體，反對濫用權力等等價值。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深信呢啲價值嘅喎。但係我哋唔會去到極致㗎嘛，我哋唔會深信，即係我哋同一時間亦都睇到人另外一個黑暗面㗎嘛。作為呢一種善良嘅表現，佢哋支持巴勒斯坦人，認為佢哋係俾以色列壓迫嘅民族。在我睇嚟，呢個我係就係我講個 Melanie Phillips。OK， 呢一種講法完全係謊言，但係我哋唔好理佢住，暫且不論。OK， 2023年10月7日事件之後，情況發生劇變。自由派一直支持嘅所謂受壓迫者，突然間展現出令人難以想像嘅殘暴。佢哋屠殺、強姦、斬首、折磨、活活燒死 BB、活活燒死兒童、婦女同埋老人。呢啲原本被視為壓迫者嘅以色列人呢，就反而成為咗受害者。呢個現實係完全顛覆咗自由派嘅世界觀。如果佢哋承認呢一點，就等於承認佢哋自己支持嘅係邪惡。咁佢哋自己又算係乜嘢呢？咁佢哋咪會成為邪惡嘅一部分？嗱，去到呢個位呢，呢個就係性格啦。其實就算你係支持巴勒斯坦人，但係10月7號嗰日發生嘅事，你可以係照一樣譴責佢哋㗎。其實，係嘛？但係佢哋就唔係啦。為避免呢一種認知失調，佢哋竭力扭曲事實。將黑算成白，將正義說成不公，將壓迫講成係抵抗。佢哋指責以色列人犯下種族滅絕罪，甚至話佢哋係納粹。呢一種投射不僅冒犯，更加係出蓄意嘅行為。因為如果以色列人係納粹嘅話呢，咁西方自由派就能夠免除任何罪惡感啦，繼續沉醉喺你自己道德優越嘅幻想入邊。只要以色列人係冚家產嘅，就我哋咪做乜都得咯，可以繼續。嗱，呢個係佢哋嘅諗法啫喎，佢哋戇鳩嘅諗法啫喎。就算以色列人佢哋係冚家產，都唔代表你做乜都得嘅。OK， 好啦，呢度解釋咗點解有人喺校園入邊撕低嗰啲人質海報嘅時候 ，OK， 有咁令人震驚嘅場面。嗱，唔知大家有冇記唔記得咧？嗰時美國啲校園入邊有好多啲人質海報啊。OK。於是乎嗰啲咧所謂嘅自由派嘅支持者咧，就走去搣海報。啲人話：喂，點解要咁樣啊？佢對眼神咧，總之要殺人咁樣。OK 嘛？呢啲唔係宣傳以色列嘅海報，而係被殘暴綁架嘅嬰兒、被殘暴綁架嘅兒童同埋婦女嘅照片。搣低佢呢啲海報落嚟嘅人，臉上面充滿住憤怒同埋仇恨，彷彿呢啲受害者嘅存在本身就不能夠容忍。點解啊？因為呢啲受害者嘅受害係同佢哋長期以嚟嘅道德罪事係矛盾嘅。因為喂，你屌你以色列係納粹嚟㗎嘛？喂，咁以色列啲 BB 點解會俾人哋綁架？點解俾人燒死啊？燒死啊咪咯。OK， 所以你要搣得個海報。OK， 喺我睇嚟，佢哋試圖將猶太人從自己嘅世界、從自己嘅視線、思想同埋良知入邊完全抹去。呢一種種族滅絕嘅罪事，導致不僅令人厭惡同埋荒謬，更加係邪惡嘅。我認為呢個亦都反映咗西方通過擁抱某啲意識形態而墮入邪惡嘅道路，而啲意識形態呢，就已經成為定義所謂自由進步西方嘅基礎。咁你話危唔危險啊？助交呢下先危險啊嘛！咁老實講，我呢，屌你老味，大學都冇行過入去半步。我都尚且明白個道理啊，唔需要去堅信乜嘢主義嘅。你係
你係有個 common sense 噶嘛？邊啲係啱，邊啲係唔啱，啱唔啱啊？喂，即係你話喂而家如果我話喂殺得好，屌你老母閪！以色列人，屌你老母清洗呢個加沙，屌你一個不淨嘅，你又呢樣又嗰樣嘅嚇。咁你話如果喂真係我屌你一個不淨嘅，咁我都認為喂係咪有啲過分啊？嗱，呢個好矛盾㗎。咁但係如果我哋都會咁樣諗嘅時候，喂你點能夠將10月7號嘅事即係當睇唔到咧？係嘛？所以如果係咁嘅，你問我，屌你咪嚟讀書就好地地，搞撚搞陣我踢你走，天公地道，真係天公地道㗎。OK， 好啦，8點半，咁啊，聽日再見，拜拜。哇，條頸冤撚到〜